为他父亲的关系，然后因为他是医护人员，底气嘎他是护理人员。那时候3年前不是有 COVID-19 嘛，疫情嘛，那很多人确诊嘛，对，那因为医护人员很吃紧，然后他必须要留在他的医院，就去帮助那些进来住院的一些病患。那但是呢，很不巧的，他父亲也染疫了。那他父亲有慢性病，然后呢，就很快的就离开了。然后呢，这件事情在他的心里，虽然已经过了一些时间，但是一直他觉得他父亲的离开是因为他没有去照顾，因为他自己就是护理人员，他应该其实要去照顾他父亲的，可是他父亲没有去照顾他，内疚啊，对，他一直有很深很深的内疚，所以当他在抱这棵树的时候呢，他就跟这棵树讲说：“我对他父亲的愧疚之心。”然后当时呢，他就爆哭，就整个人这样子抱着树就很大声的就哭出来。然后呢，我那时候也是吓到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后来情绪平缓了以后，他才说出这一段的故事。我也觉得深深被他感动，就是因为我有把他的情绪，把他愧疚的心理，让他跟这个树说了以后，他心里就会比较好过。那这个报数的环节以后，我又设计了一个疗心卡，就是疗是那个疗愈的疗，心是心理的心。然后呢，会随机抽一张卡牌，然后呢，会回应你刚才报数的那个情绪。然后呢，这个护理人员抽到的这个疗心卡叫做放下。不用哈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告诉你父亲的这件事情跟你是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你必须要把这份内疚放下以后，你才能够面对后续你未来的人生。所以当他抽到这一张卡牌的时候，他又开始在流泪了，因为他觉得这冥冥之中是他父亲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再因为这件事情而愧疚，你要好好的生活。所以他到现在我们2个还是很好的朋友，因为他非常的谢谢我有这一段，然后让他放下他心中这么深的愧疚。